賽咗咧就係超過15分鐘啊！咁啊帶頭嘅咧繼續都仲係奧地利呢位選手咧，另外比利時啦。咁啊黃金寶咧喺外邊咧包上嚟啦，咁啊睇嚟咧嚟一個係攻擊。哇！呢個嘅突圍會唔會真係成為世界冠軍？哇！大家都好似唔係好留手喎。哇！就俾阿黃金寶咧走咗出嚟，希望咧佢真係能夠咧把握到呢個優勢咧，一路 keep 住。可能佢真係儲足呢個彈藥㗎，咁啊希望咧就向第一位啊成為香港嘅世界冠軍啊！我突然之間會唔會有機會咧？走甩咗半個圈咯喎已經。哇！好犀利！點樣為之贏咧？嗱，總之翻嚟贏就贏㗎啦，仲有7個圈嘅啫。咁但係當然啦，而家咧佢直頭將成個嘅賽事嘅高潮啊帶起啊！咁啊其他嘅車手咧亦都咧係追翻上嚟，咁啊能唔能夠保持到呢個嘅優勢咧？咁啊奧地利啦、委內瑞拉啦同埋日本嘅選手咧就喺後邊咧緊隨。咁啊，似乎咧佢哋唔好合作咧，呢個咧就絕對咧可以幫助到啊黃金寶咧係能夠派嚟嘅大隊啊！仲有6個圈咧就到終點㗎啦，希望阿寶咧能夠成為第一位啊嘅香港人啊着起呢件嘅彩虹戰衣。喺呢個時間咧，奧地利啊、比利時啊車手咧就開始咧加速啦，因為覺得咧勢色唔對啦。哇！仲有咧就係5個圈咧就完成啦，睇下寶咧能唔能夠保持到呢個優勢咧？喺最後尾呢個咩？哇！已經係成半個圈啦，居然有啲咁嘅事！哇！如果真係能夠追到嘅話咧，就第一位啊着住黃星寶 Jazz 啊！哇！好開心啊！睇下能唔能夠咧？而家阿寶咧一路都係 keep 住咧，就係一個半個圈嘅優勢啊！半個圈啦！即係把握到一個非常之好，希望佢能夠一直保持到呢個優勢咧。仲有3個圈咋，黃金寶保持呢個優勢啊，成為香港第一個着住呢件彩虹戰衣嘅車手啊！相當之唔簡單啊，能夠佢把握到呢個機會。咁而家第2個追上嚟嘅咧就係呢個意大利嘅捷克㗎，係捷克嘅選手。咁啊，但係咧追上嚟，分分鐘可以贏嘅，照計可以贏㗎。哇！但係咧，似乎咧就而家呢個距離雖然係拉近咗，哇！喺後邊咧就竟然有人炒車，最嬲尾一個圈打中啊！如果能夠翻嚟衝刺咧，就可以着到呢件嘅彩虹戰衣啊，成為第一個香港人咧能夠着到呢件彩虹戰衣。哇！真係為香港人爭光啊！黃金寶最後衝刺能夠追一個彩虹戰衣世界冠軍，黃金寶終於可以能夠成為世界冠軍啊！第一個成為世界冠軍嘅香港人，真係世界冠軍！犀利啊寶！50公里啊，平均時速。咁啊，雖然呢一場呢唔係佢原本諗住主力嘅比賽，但係咧喺比賽嘅後段呢，喺外圍突然之間嚟一個發難。咁啊都話啦，即係如果你唔睇住我哋 Eurosport 嘅話咧，就絕對咧係錯過咗呢一個歷史嘅時刻。